来看花莲外海最近出现一批数量阁袂少的观察头海翁哦，大约有20外只。业者是表示讲，一般来讲哦，9月以后，花莲外海就真少出现这种观察头海翁咯。最近又阁出现哦，有可能是受到风台的影响。一个发现海面有海翁喷水花，上海洋船慢慢啊挖近，本来敢若看到4、5只观察头海翁扑出来换气，不过后来发现这个族群有20外只，是今年上大阵的。 但是抹香鲸是16公尺长，这么大只，其实它们通常来讲，大概出现会是1头跟2头。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，大概会是一个小家族。但今天很特别哦，应该是记录以来看到最大群，将近超过有20多头的抹香鲸。大家感觉奇怪是，观察头海翁伫9月较罕的伫花莲海峡发现，不过这届竟然来20外只，离花莲港6至8海里的所在伫休困。 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到因？外界嘛感觉真好奇。因为整个8月的海况，然后加上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其实都是处在比较难搜寻的情况。所以今天到了9月份，很难得，对，终于又看到了。拄好平湾选区的万英乡马湾国小的师生特别来赏海翁，会当一届看到这么多只大型海翁，互大家拢真欢喜。 很兴奋，没有那么近看过海豚和那个鲸鱼。有些小朋友今天是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抹香鲸，或是那个飞旋海豚，对，相信对他们经验本身就应该是扩增了不少。作家廖凤基老师表示，目前伫做太平洋观察头海翁的计划已经完成3季，会收集相关的数据来了解因的行为，也甲生态地以及保育的需求是毋是受到气候的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